人在地前继续来看台南这间早餐店，唔那食饱，搁来食补。这个美国的挂包，也就是汉堡，内底是包蚵仔哦，也搁有一味搁较强鸡骨仔两饼。乡亲来跟生笑，讲一透早就食甲变变叫。两饼皮伫煎台顶面煎甲来酥酥香香，边仔个看到真细条，亲像热狗共款。但是镜头叫我近来看，其实是鸡骨仔一包伫个饼皮内面哦。平常鸡否都做3杯料理，第一次吃到这样子的，觉得口感很大。那个有补充一些女性荷尔蒙啊，妈妈嫁了妈妈热啊，男生吃的比较好。另外，也有一味真大面的青蚵仔，放入汉堡内面，卖使放入蛋饼内面，互你食起来无同的口感。有时候客人来就觉得很新奇啊，早餐就是要吃这么丰富，我们台南人就是这么浮夸。台南改变传统的早餐店有袂少间，咱来看这小胖бат一丁炒唔酱，另外还搁再加一丁肉酥类，安尼才有够味。还蛮好吃的，因为台南就喜欢吃甜的。今晚早餐伫业者的努力之下，求新求变，增加袂少新的选择。大家是唔是有介意的？就看消费者接受的程度。